登勤坐喺蒙托克椅嗰度，腦波嗰一次啊，係被拉到極限中嘅極限，系統瘋狂咁抽取佢嘅能量，強行撕開一條巨大嘅時間通道，直至1943年。但係呢一刻，機器竟然失控咗，內部有啲人開始極度恐懼啊，覺得再咁落去呢係會摧毀咗整個現實世界嘅時間線。有個版本話，嗰一刻有一啲反對派嘅技術人員就衝去登勤旁邊，用事先秘密設定好嘅一啲密語喺佢耳邊大聲講，即係例如 Let it go， 而家你可以放任你自己啦。呢句說話一出，呢一張蒙托克爾同埋雷達塔嘅能量瞬間就爆表啦。登勤喺極度痛苦之下，潛意識入邊最深層嘅恐懼同埋破壞嘅慾望就被無限地放大，然後呢一刻嘅失控，呢一個時間隧道唔係去咗1943年嘅費城實驗嘅現場，而係有一隻巨大嘅怪物竟然由佢嘅潛意識入邊被整個龐大能量場硬生生由一個意識變成咗一個實體，現實化咁現身咗喺呢個地下實驗場嗰度。呢一